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婚姻未了的镇安宫举行新明安座的大典，讲有就手真万只的芳，伫庙口甲大殿的门口迎飞，甚至停歇伫个壁顶，后面就是真惊奇哦。拢讲这是新明来显灵，也毋过饲芳的业者讲，可能是附近的芳咧分收，这个芳王率领着芳阵经过宫庙，大家才会看到这个芳的奇景。 伫咧这间宫庙内底，看到真侪芳飞来飞去，甚至停伫大门口，也个壁刀顶扫来扫去。民众是好闲，赶紧用手机翕起来。哦，你跟那个蜜蜂在一起，好漂亮哦！民众是感觉真神奇，因为婚姻未了这间镇安宫才同啊安做，但是唔知影这阵芳是对来，有诶甚至伫咧壁倒，也个门口口的石狮下骹开始做收。迄阵啊哦，结规完一只，啊，即马豆豆做啊剩安尼。庙方人员感觉是神明显现，但是专家就讲，其实这真正常，只是芳咧分收。这收大收会分收处理，会走入正常啊。 饲芳业者就讲，可能是庙的形体适合这个芳来遮做收，加上附近的食物真济，才会吸引这个芳。毋过民众若是经过的时阵，千万毋通去搅扰，较袂起互芳定。